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參加賽馬會幸福跨代口琴樂，我係 Nicky。早前嘅活動片段講解預防認知障礙症，今日我會同大家講解飲食同認知能力嘅關係。認知障礙症係大腦神經細胞病變而引致大腦功能衰退嘅疾病，患者嘅記憶、理解、語言、學習、計算同判斷嘅能力都會受到影響。部分嘅患者會有情緒、行為、感官嘅改變。根據衛生署嘅數據，阿茲海默症係最常見嘅種類，佔香港長者病例嘅65%。世界衛生組織指出，唔健康嘅飲食、運動不足、飲酒過量、吸煙等健康風險嘅因素都同認知障礙有關。早年嘅研究主要係集中喺單一營養素對認知能力嘅關係。近年飲食嘅模式嘅研究越嚟越多，令到我哋更加容易理解飲食對認知能力下降、認知障礙症嘅關係。今日會同大家講解一種由美國芝加哥約許大學醫學中心喺2015年提出嘅飲食模式，叫麥德飲食 （My Diet）。麥德飲食結合地中海飲食同一種降血壓飲食特殊飲食嘅方式，並且加入咗最新健腦飲食嘅研究結果。由一項追蹤咗4年半嘅研究證實，攝取麥德飲食嘅人患阿茲海默症嘅風險降低約50%，可以延緩長者認知功能衰退嘅速度。除咗地中海飲食一貫建議嘅橄欖油、堅果、全麥、魚、豆同葡萄酒之外，麥德飲食尤其着重綠葉蔬菜同雜莓。麥德飲食法建議嘅健康飲食包括每日3份以上嘅全穀類，半碗為之1份。食物嘅例子可以係糙米、紅米、藜麥、燕麥、全麥意粉、全麥麵包等等，佢哋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B 群同 E， 有助維持腦部細胞健康。其次，每週6份以上嘅綠葉蔬菜，煮熟蔬菜半碗為之1份。食物嘅例子可以係羽衣甘藍、芥蘭、菠菜、生菜等等。長期研究發現，進食越多綠葉蔬菜，認知能力退化嘅風險就會越低。除咗綠葉蔬菜以外，每日要有1份以上嘅蔬菜，例如茄子、甘筍、彩椒、番茄、西蘭花等等。佢哋含有豐富嘅葉酸，對紅血球同細胞形成非常重要，有助腦部發展同維持正常嘅運作。另外，唔同顏色嘅蔬菜亦都含有唔同嘅抗氧化物。抗氧化物可以令到我哋對抗細胞受損嘅自由基，同埋減少氧化嘅反應。另外，每週2份以上嘅莓果，大家可以選擇藍莓、士多啤梨、黑莓同紅莓。麻省嘅護士研究指出，發現進食大量雜莓嘅人認知能力退化速度較慢，延緩嘅效果最高可以長達2年半。每週5份以上嘅堅果，一隻手心為之1份。可以選擇原味核桃、杏仁、花生、腰果同開心果等等，佢哋含有豐富嘅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。研究發現，堅果類可以降低總膽固醇同壞膽固醇嘅水平，改善心血管健康。核桃中亦都含有豐富嘅 alpha 亞麻酸，能夠幫助大腦功能。每週4餐以上嘅豆類，大家可以選擇鷹嘴豆、黑豆、紅腰豆、黃豆等等。每週2餐以上嘅家禽類，記住係要非煎炸喎，3安士為之1份。家禽類比紅肉含較少嘅飽和脂肪，對心血管嘅影響比較少。大家可以選擇去皮嘅雞肉或者火雞。每週1餐以上嘅魚類，非煎炸，一隻手掌大細為1份。生活上我哋可以選擇三文魚、吞拿魚、紅衫魚、黃花魚、青魚等等，佢哋含有較高嘅 Omega-3 脂肪酸，可以減低氧化嘅壓力，有助保護腦部神經同微血管。麥德飲食中限制唔健康嘅食物，大家就要留意咯。每週要少於5份嘅糕點同甜食，可以係曲奇餅、糖果、雪糕或者蛋糕。另外，每週少於1份嘅快餐或者油炸食物，可以係薯條或者炸雞塊。每週亦都要少於4份嘅紅肉，當中可以係牛肉、豬肉、羊肉或者佢哋嘅製品，因為呢啲食物含有較高嘅飽和脂肪、反式脂肪同埋精製糖分，攝取過多可以增加身體同腦神經細胞嘅發炎反應，
亦都會增加總膽固醇同壞膽固醇。選擇食油方面，麥德飲食建議大家使用橄欖油為主要嘅食油。喺呢幅圖大家見到橄欖油含有較高嘅單元不飽和脂肪酸，有助減低炎症同維持心血管健康。其次，芥花籽油亦都有較高嘅單元不飽和脂肪。大家要留意咯，大家見到雖然椰子油係植物油，但係佢含有較高嘅飽和脂肪，食用嘅時候要特別注意攝取量，不適宜過量。以上食用份量因人而異，會受住大家唔同嘅年紀、性別、活動量、健康狀況而影響，未必適合慢性疾病嘅患者，尤其是係腎衰竭嘅患者。有需要大家就諮詢你哋嘅醫生同註冊營養師啦。拜拜。